主后2023年7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主内兄姐感谢上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的旨意受调做基督耶稣的使徒。我甲咱的兄弟所提尼，写批互伫哥林多上帝的教会，就是遐个甲伫逐所在呼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基督耶稣结连受调做信徒，归属上帝的人。基督是因的主，嘛是咱的主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我时常为着恁伫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伊通过基督耶稣赐恁恩典，互恁通过基督逐项得到富足，充满逐款口才甲知识。基督的信息已经伫恁中间坚固建立，互恁拢无欠什么恩赐，等候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伊嘛会互恁坚固直到最后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日无通嫌。上帝是信息，伊呼召恁，要互恁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为主内兄姐感谢上帝。你捌有摕笔写批卡片寄互朋友，也是厝里的人的难忘经验无？对伫一笔一画写请安，珍惜文字带来温暖的你，是毋是你会伫批年为朋友也是厝里的人感谢上帝无？保罗写批互哥林多教会，对批信开始，咱通看到伊非常珍惜甲教会兄姐的熟悉，透过彼此的互动，看见上帝的恩典展现伫因的口才和知识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常常为因感谢上帝。对有伫固定教会伫聚会有团契生活的人来讲，回想家己参与教会的经历，必定侪少少有过甲同伴始终兼换贴的交心，还是受到罪恶老师的爱护、团契辅导的关怀，还是受到传道者的牧养。生命中有真侪事物，值得咱向上帝献上感谢。感谢父母费尽心力车养咱大汉，感谢手足成做咱伫孤单的时通倾诉的对象，感谢朋友带予咱欢喜快乐。伫咱懵懂的年纪，和厝里的人无法度沟通的阶段，还是毋知梦想是啥物，纯粹想要世界热踅杀时间的少年时期，教会团契兄姐的耐心倾听，和谦逊温柔幽默智慧的言语，检采捌互咱安心放落心房，感觉舒适自在。伫这时期，因的陪伴，无论是和咱做伙踮伫原地，还是陪咱往前迈步，拢直接还是间接成就现在的咱。检采对某一寡人来讲，假使无这人的陪伴，现在的我恐惊毋是安尼的模样。伫生命信仰旅程中，会当陪伴人行一里路的运势，是上帝的赏赐。
保罗无甲日常诶代志看做是理所当然诶，伊常常为着经验到诶、欣赏到诶、感受到一切，感谢上帝。上帝是信实诶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互人会当甲伊有直接诶团契关系，佮甲其他人有连结诶团契关系。独独安尼，咱就有充分理由感谢上帝。咱感谢上帝，是体悟到，毋是咱家己做甚物，是上帝甲咱含整个教会诶兄弟靠做伙，互咱真实经历到伫上帝诶大家庭内面诶疼。回想青少期诶时期，我自心底感谢上帝诶疼惜，感谢主，我伫初次接触诶教会团契，看见真诚诶长辈、认真笃实诶牧者，愿意用时间含阮青少年博感情诶大哥哥，总是展现细腻才情，乐意肯用时间心力做圣诞布置诶大姐姐，以及其他各有长处，常常斗阵做伙，伫信仰上做伙成长诶每一个人。伫我年少轻狂诶时，感谢上帝，互即阵人踏入我诶生活圈，建立坚固我微弱诶信仰。诚侪日后，我伫软弱丧志诶时会荒唐，信心不足诶时会加油站。默想，信实诶上帝，互着每一个人建立甲伊诶关系，经验伊真实诶恩典含看顾。愿咱伫团契生活，互相滋润，彼此感谢。信实诶上帝，互着每一个人建立甲伊诶关系，经验伊真实诶恩典含看顾。愿咱伫团契生活，互相滋润，彼此感谢。祈祷，用主情爱惜、牵引人诶上帝，你是疼诶源头。感谢你透过团契含教会兄弟，我得担着即份涌流诶疼。我要为因献上感谢，愿基督诶模样继续踮伫因中间建立，奉主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